孔超華議員。多謝主席，我都想問翻呢，而家係部門嘅勘察工程呢嘅進度幾時會去做到？而家城市高爾夫球會啊，同埋喺會場道巴士站嘅一帶呢，咁政府亦都會唔會話喺嗰度採取一個係咪都係一個明劃嘅計劃啦，定係點樣呢？我都想強調翻呢，係嗰個地段呢都好接近九龍站上蓋居民幾期屋苑嘅民居啊。咁我希望呢部門或者港鐵公司呢都要留意呢一點，亦都我哋有好強烈嘅訴求呢，係明劃呢係除非係非不得已先至可以去考慮，同埋有冇一個勘察嘅時間表，或者係幾時呢有最終嘅結論呢，同翻我哋區議會呢度彙報。唔該。好，咁啊，麻煩路政署林生咧做個回應啦。